绿金龟的模仿犯，它是讲一个关于绿金龟的角度来看这些人，他也有模仿了这些住户，才会被大家注意到。这之间为什么它叫模仿犯？它并不像一般就是类型片里面这个有关于犯罪的意涵在里面。在我们这个故事里面的模仿犯的“犯”这个字是犯错的意思，就是谁模仿谁，然后我们林茉莉模仿虫，但是绿金龟用他的角度去看其他人的事，他犯错了什么事？所以这个犯对我来讲，它不是一个犯罪，它是一个犯错。每个人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内心一定都会有一些阴影跟残缺。那其实绿金龟，它代表的好像是一种纯真跟无害的存在嘛。那它出现之后，反而像一面镜子，让你可以真的清楚的看到你自己内心的阴影跟残缺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去选择，让自己重新找回快乐？世界上有一种人呢，在活动的，他发不光体系咯；还有一种是碾过神了，可是他精神常在。阿三棒就等于是一个躯壳在动而已。虽然讲伊都会神不等，但呢，在心底都伤害嘛。我那这下就是心里都给他痛，给他卡。随时可能某天时来请敌，所以很有讲，他活得很累，很辛苦。准备，楼上 ，and action。维他命，维是他人的生命。阿三伯他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代表着一个接纳的一个角色，他有囤积癖，他什么都喜欢拿回来，他很注重一些别人注重不到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只绿锦龟。同时，他虽然看起来外在自在，他也有一些内心的脆弱，但他不会表现出来。其实上，那个高僧呢，佢把到夹来做的情绪，就会印象留给以前冇做对夹来做多的事情啊，来像银幕杀、枪头。来个加一刀，来过一刀。像讲以前的对人呢，像过一张受伤去甲个心态对夹来，救会了，救那个当初真嘅呢，夹来出来，还能固态复萌啊。所以当怪嘞，这种命运啊，一直在重复，像个像乜个学习佛是用的，送个太上条，因砸滚了下去，因送来上去，就是因轮回因折磨，反复性的。然后我相信阿三伯。在剧里面，其实係用去甲困倒的，去行出去，应该哎，就有点像你在成长阶段，你会一直有一个目标，然后他就是你身边的人，你会看着他，你会开始学习他身上的优点，你就一直很想要从他身上学好这个东西，他是怎么学的，然后希望他多教你。他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人。那我们就会希望说，中华哥这边可以弹几段。对，好，一起对，然后这样上来，三四，OK， 好，对，手一起，对。
它是一种电影符号了，电影语言。想说，委托老俺赖这种唯一的连接，传接球 catch ball， 在做父子之间的那个亲子连接、情感的连接。那列出去就头眼看到弹钢琴，其实有个刚好杀对个音乐很迷离的，干脆用钢琴音乐来连接俩父与子之间的关系。看88个键摆在那里，人发话会断掉。音乐这件事，它本身是最符合灵魂吧，或是说一些我们人最独特特有的一个情感的寄托。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是这样，所以才会用钢琴来作为这个维他命在模仿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这样，对，你要怎么弹得好，你要怎么样弹得像，其实不是你音符按对就好，你是要把情感带进去，这也是要像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会选玄秘曲，它的歌曲的风格是非常的有一些诡异，有一些孤独的感觉。那我觉得跟这个故事是痛调是合一的，所以才会选用这一首歌。你要先看他弹的，先弹。你蹲着不好弹，我们就坐着没关系。我蹲着唱。我们昨天有排一个，有一个蹲着弹。奇怪的，对，倒着弹，正在学，对。原本我自己是在家弹，但我真的没学过，我只是弹开心，就有点像没关系，我就反正什么音我就按什么音那样。结果后面知道说，我这个角色真的要弹钢琴，然后好。前期问了我一下我的程度到哪里，我就说就真的只是就有谱，然后我会按照那个数字，然后7我就按照1、2、3、4、5、6、7，就那个7噔就这样，我程度真的就这样，然后我就这样弹。后来他说没有，我要弹一首没有拍子的歌曲，它是一个非常照感觉在弹的一首歌。其实那钢琴老师压力蛮大，我必须说。想象你前2年来练的那个感觉。好。我蛮开心的，就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有达到老师他的要求跟标准，所以拍完之后，老师就过来跟我拥抱一下，他其实我能感受到他满满的压力。你只有第一次重来一次，那个可能前面再满满导演剪。我们要用中间啦，那就没问题。所以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也完成了这件事情。然后滤镜龟就在那边选。我们第一次相遇是我在顶楼练舞，然后他爬到顶楼看我在练舞，然后他有一点抱着好玩的心态在学我的动作。其实我在学他，他在学我，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互相模仿的状态，因为他是虫嘛，我是人，但我要跳的是宠物，某部分我是在模仿他，但他可能也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类要学虫？他也觉得很有趣，所以他又开始模仿我。我觉得会跳舞的人是很优秀，就是他身体会有律动，他听得进音乐，他可以好好的享受在那音乐里面。而我不是，我就是肢体障碍，然后我就去学。我一开始很放不开，因为跳舞真的是我的罩门。你们有没有去过夜店？有啊。他不会跳的那种人去夜店，然后那种节奏就很难跟着那种感觉。也没去过夜店，那怎么办？等一下大家去。你真的没有？你不要装哦。不能装，真的没有。怎么可能？真的啦。念书的时候没有去过吗？没有。又没这感觉了，所以就很挑战啊那一场，但就好玩，我必须说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反正就是享受当下。
两个就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们两个没有在谁学谁，你们两个就会老师会给你刚刚那一套舞步，等一下你会学，你们就已经同步率100%。有啊，我现在比你厉害。那你教我。1、2、3、4，甩，然后画过来，耶。1、2、3，蹬，然后开蹬。我想要捕捉写意而不是写实这件事，就有点像 MV 吧，你可以这样子解读，它是有点半梦半醒之间这样。所以我在拍那场戏的时候，需要一个不连贯的感觉，所以我们那天拍其实是没有去照着逻辑拍，他们主要就是要玩，在上面玩。那为什么要在顶楼？它是每栋住户都可以上去的，它是一个最自在的地方。那大家都可以上去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隔阂的一个空间。所以为什么会选择在顶楼？为什么他们两个会在那玩？是主要就是这个原因。蛮开心的，几乎都是即兴，反正就是玩，然后让我们开心的自由发挥。两个人在天台的时候是唯一有一次就是很正面的一个交流的这一场戏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互动就像两个小孩子在玩，我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男女之间的爱情在里面，反而是两个人纯真的小孩一起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在闹这样子的感觉。绿金龟飞来，看到一个可以做朋友的人，想认识他。因为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个体嘛，我觉得它代表的就是让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一个影子吧，就是它的出现，因为太纯真了，因为太无瑕了，反而会让我们回头去看我们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渐渐失去的东西，我们要怎么把它找回来？OK， 超悲剧，很可爱，很棒，还行吗？我不知道，还蛮好笑的，应该可以吧？导演说可以就可以。不管学什么艺术的人，为什么他会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在钻研同一件事情？可能跟演戏也一样，表演也一样，就是不只是一种身体的记忆。它其实同时也是一种意志的训练，对，就是其实你一直做反复的事情，很容易就觉得无聊了，就很容易就觉得疲乏了。可是你知道，如果只练10遍，跟你练了1000遍，绝对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很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当然在拍摄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你哪一条不好。可能我不知道观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可是其实我在跳每一次，我都知道我哪个地方没有做好，那你就会想要在下一次的时候，把那个地方再重来一次，让它做到最好。这一个舞很重要，它的肢体去能视觉的呈现我们这个故事的这个舞蹈，他在学这个肢体的时候有办法可以模仿成有一些虫的意象，这样，所以当初会选择舞蹈来加入到这个故事是这个原因。最一开始是比较是自然界的一些
物质，像是风啊、气流的这种感觉，所以是比较纷乱，然后混杂，又比较快速一点的感觉。然后，所以这个气流会带着在空间里面串流这样，然后结果这个好像有一团气一样，然后把女主角给带出来。然后接着就是有一道墙面出现这样，然后这道墙面是就像女主角她自己有一个想要冲破围墙的一个心境，所以这个时候宣武者们就变成了很明确的一个墙面的感觉这样。但是女主角又被这个墙面给反弹回来，接着就过渡到要变成虫，然后这些舞者们呢开始变成一种介于人跟虫之间的不明的生物体这样子。动作上就会有点好像有卡的，有点像丧尸一样，但是又没有那么精准的虫的形象。然后之后就接着独舞的部分，大家会看到很明确的一种虫的形象出现。最后表演的那一场，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林茉莉的一个破茧而出的一个时刻，就是她终于把她所有的这段期间所经历的痛苦投射在这个舞码里面，然后再借由跳这支舞的过程当中去释怀它。我觉得他是一个每天都在质疑自己为什么存在的一个存在。对，因为他是一个生活当中很没有爱跟很缺乏关怀的一个人，所以他可能会把他某部分对于爱情的需求投射到老师的身上，但那个情感是什么，可能他自己也很模糊，因为他可能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没有关于爱的太多的经验，他有一点把他当作父亲，因为他父亲很早就离开他了嘛，所以他其实是一直在缺乏父爱的环境下长大。那高老师相对而言，对他来讲就有点像是他不管是在舞蹈上面的老师，或是他的生活的照顾者的那样的一个角色。是从虫变成人，然后受不了这个人的世界之后，要变回虫的戏。最后一场。那个绿金龟完全停，现在在变身。前面几次都是只有可能眼睛啊或者什么，但这个就是完全全部都有。这一颗镜头是这样，那接着呢，茉莉她会追上来，她看到你，走上来看到你这样。然后他有点不知道什么状况，对，然后你稍微看。我自己在演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有一种情绪，可是我也不太确定那个情绪是什么。其实本来剧本也没有要有情绪，可是我真的看到他最后消失的时候，我就有点泛泪。然后导演就问我说：“你会想哭吗？”然后我就说。好像有一点，好像你感觉到什么，可是你很难去归类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其实当下感觉到的是，好像我觉得人类很对不起这只金龟，可是为什么会感觉到对不起？我在当下，我不见得理得出来，我只是很单纯的觉得。有一种觉得对他觉得很愧疚，甚至替他觉得
很不平的一种情绪。就是他越想要了解，他就发现这中间越复杂。就是他那个复杂的点，已经觉得说，为什么人不能单纯一点啊？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你一定要想，就是后面想那么多啊，或者是你一定要花费那么多心思心力，然后去完成一件事情。那心思心力是，就是你可能会有一点心机，会有一点什么，他就觉得对这个人的世界越来越不解。所以他就想说，好，那这个地方我来了，但我真的待不惯，那没关系，我离开，就这样。其实秘密有时候藏着的人比不知道的人痛苦很多，就是你要花很多心力去掩藏这个秘密，其实我觉得那才是真的很痛苦的事情。我希望观众可以借由剧里面的这些角色，如果你有看到这些角色有跟你有类似的秘密，我希望你可以跟着这个角色，好像一样，你遇到了一只绿金龟，然后它就很温柔的帮你把这个秘密带走了。我们也只是在故事的最后才会看到他这一面，他对他儿子的一个寄望。所以为什么维持他人生命是从他嘴巴说出来？他在对他自己讲吗？还是对他儿子讲？李阿明，阿明，他儿子可能是维持他生命的一种，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有糖尿病，然后他也希望他儿子维持他自己的生命，所以维他命这件事对他来讲是这样的意思。除了他帮这个虫子命名以外，大半个故事都是看着他对他儿子的想象，内心有点像在跟自己讲话的感觉，然后把他这一个的对儿子的希望，还对儿子的期望投射在这只金龟上面，这样。故事从山里开始，我们看到一只金龟过来，到故事结束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山上。山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它代表了一种回归自然，它的线条是非常很多曲线弯曲的，很复杂的，可是它其实是很自然的。那对比了城市中规律的线条、平行线，然后大家做各自的事，守规矩，这两个对比，我觉得就像是纯真和复杂这两件事。